正统罗里门信母庙野春牛下个活动，伫17天闹热登场，数十万的市民甲游客将活动现场客甲满满，共同参与编春牛甲抢春牛的闹热气氛。在结束抢春牛的活动后，随即展开起炮仪式，由市长黄伟哲、圣母庙主委王晶莹共同启动，精彩国美的烟火将活动炸入另外一部高潮。市长黄伟哲表示，台南是众星之都，更是文化古都。明年也将迎来台南400冬。野春牛等传统民俗是台南重要无形资产。特别感谢罗里门圣母庙以及各民间团体对文化传承的付出。圣母庙主委王晶莹也表示，圣母庙野春牛的习俗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。过去2冬考虑到疫情因素而取消，今年重新举办，正感谢台南市政府以及相关庙宇团体协助，让今年的活动会当顺利圆满进行。伊也代表圣母庙欢迎大家做伙来野春牛看烟火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